你看这里是800亩高山乌龙茶里面的精华部分，这是最聚龙气的地方，就是这里。而且这里呼吸特别舒服，吸多2口，不得了哦！看看，你看幾靚，高山呢度海拔2000幾啊，2800米嘅，周圍有樹保護，同埋佢吸收咗周圍嗰啲樹嘅精華同埋個土地，係非常非常之靚嘅茶園啊！呢個全部原生態嘅，你睇下啲草，完全冇到農藥嘅，行落去個地咧係軟嘅，真係軟嘅，即係證明佢嗰個草嗰個茶樹吸收嗰個呼吸係非常之靚嘅，哇，爽！